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快乐假期。小朋友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有数过你有收过几个礼物吗？哇，真的从我们出生，好多爸爸妈妈的朋友就送我们新生儿的礼物，还有尿布，还有多用的玩具等等。到后来上幼稚园，每个学期可能都有儿童节礼物，还有很多老师送的礼物，爸爸妈妈为了鼓励我们的礼物，真的是数不完呢。那直到现在，当我们看到别人在收礼物的时候，你的心情如何？也一样跟他一起快乐呢？还是你心里有点落寞？为什么这次我没有？今天的主题跟礼物有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平安。你放暑假开心吗？很开心，我有去舅舅家玩，爸爸妈妈也有带我去 X Park 玩。哇，太开心了！求上帝祝福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平安又快乐的假期哦。上帝无所不在，上帝无所不知，他指引我们的脚步。因为他的智慧胜过世上万物，千万不要对他说不。哦，上帝在上，上帝在下，上帝在左，上帝在右，天天都看顾。上帝在上，上帝在下，上帝在左，上帝在右，敬畏他蒙福。上帝无所不在，上帝无所不知，他指引我们的脚步。因为他的智慧胜过世上万物，千万不要对他说不。哦，上帝在上，上帝在下，上帝在左，上帝在右，天天都看顾。上帝在上，上帝在下，上帝在左，上帝在右，敬畏他蒙福。今天要说的圣经故事主角是个从小被爸爸疼爱，但是被哥哥们嫉妒，卖给别人当奴仆的故事。在充满孤单又困难的环境里，他仍然依靠神，最后因着神的恩典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孩子们，或许你也曾感到孤单无助，但是别忘了哦，有一位爱你的神时时看顾着你哦。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人在他手里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专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。每个祷告神都垂听，千万别放弃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你要忠心走到底。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人在他手里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专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。每个祷告他都垂听，千万别放弃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你要忠心走到底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是神所爱孩子。哇，有礼物哎！不要乱动，那是我的礼物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礼物？今天是我
我生日啊，所以我阿公买给我啊。讨厌，我也要礼物。但是你生日，阿妈有给你礼物啊。我们的礼物就是不公平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怎么在吵架的样子？为了什么事情啊？妈妈是礼物。礼物？为了礼物在吵架呀？哎呀，礼物是一个很棒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怎么会为了礼物吵架呢？不然这礼物都给我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说，圣经里面啊，有一个大家庭，他们啊也是因为礼物的事情，搞得全家人很不愉快。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不知道。想知道吗？想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来讲这个礼物的故事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好。Hello， 我们刚刚说要听一个故事，一个大家庭里面因为礼物发生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这一个故事啊，大家庭因为礼物的整个大家庭搞得非常不愉快的故事是这样的：有一个人呢，他的名字叫雅各，他有12个儿子，其中呢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。是因为约瑟是雅各在很老的时候才生出的儿子，所以啊，雅各非常的疼爱他，还特别做了一件很漂亮彩色的衣服给雅各，其他哥哥都没有，只有约瑟有。哇！所以你们就知道他的哥哥们一定会觉得怎么样？很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刚刚你们在争执，为什么你有礼物，为什么我没有礼物？所以他的哥哥们其实都有一点点不喜欢这个弟弟约瑟，可是没办法，爸爸好像就是比较爱他。有一天呢，他的哥哥们在去示剑这个地方帮他爸爸的羊去牧羊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要带着羊出去吃草喝水，对不对？要看顾着羊。然后呢，他的爸爸就跟约瑟说：约瑟啊，你的哥哥们去那么远的地方牧羊，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还安全吗？羊是不是都有乖乖吃草？我觉得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还有那些羊群是不是都很平安？约瑟说：好啊好啊，那爸爸我去看看哥哥们跟牧羊的那些羊群是不是都很平安。于是约瑟就去了。哇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哥哥们平常觉得啊，爸爸都偏心，已经很不喜欢约瑟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在那边想说：哎呀，好讨厌这个弟弟，我们来想办法杀掉他。哎呦，小朋友，这个想法是对的吗？不对，对不对？他们因为嫉妒他的弟弟约瑟，所以就产生了不好的念头，想要做不对的事情。所以孩子们，我们以后记得不要因为嫉妒而产生这样的心情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当约瑟去找他哥哥的时候，他还穿着那一件他爸爸送给他很漂亮的衣服去。所以远远的他的哥哥们看到他的弟弟约瑟来了，还特别穿那一件那么漂亮的衣服，是要来炫耀的吗？哇，他的哥哥们更生气了，于是他们就决定要杀害约瑟。还好啊，他的哥哥里面有一个说：可是上帝是不是说不可以杀人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好了，我们不要杀掉约瑟，我们挖一个洞，把他丢到那个洞里面，这样子约瑟就不是我们杀的。哇，他们就想这个方法，于是就真的这样子做了。结果呢，他的大哥们就突然有一些商人要往埃及去的商人经过，他的大哥就想说：这样子好了，不然我们把弟弟约瑟卖给这些商人，这样子我们没有杀他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有一些钱，对不对？把弟弟卖给商人，商人就会给他们一些钱。于是呢，他们就真的把弟弟约瑟用20克色勒的银子去把约瑟卖给这些商人。20色克勒在那个时代是重量的单位，就像是我们现在的公斤公克。那20色克勒大概等于是230公克的银子，就把约瑟卖给他。于是呢，这些商人就带着约瑟到埃及去。到了埃及去，这些商人把约瑟卖给埃及的一个大臣，叫做波提凡。
约瑟呢，就在这个大臣波提反的家中，帮他管理他们家的所有的事情。哎呦，这个约瑟他因为上帝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就把波提反家里的每一件事情都管理得很好，很得到这位大臣的信任。不只是这位大臣很信任他，这位波提反的老婆看到约瑟，哇，很年轻，很英俊，哇，就觉得有一点点喜欢约瑟。于是听到那个大臣的老婆就说：“哎，约瑟啊，现在我老公不在，你来跟我睡觉好不好？”哎呦，你们觉得这是对的吗？不行啊，当然是不对的。约瑟他敬畏上帝，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，于是他就跟他说：“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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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能，你是有老公的人，我不能跟你有不好的行为。”哎呀，这个老婆啊，她就怎么样？台语有一句话叫做“更小灯熊气”，有没有听过？没听过。她就是我这样子，我叫你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你居然不接受我，所以她就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她就跟她的老公说：“老公，你带回来的那个约瑟，他对我做不礼貌的事情呢。”约瑟有没有？约瑟没有啊。可是他的老婆因为很生气，就这样子陷害约瑟。当他的老公知道，听他老婆讲的话，他老公很生气啊，什么会欺负我老婆？马上把约瑟关到牢里面。哎呀，约瑟有没有很倒霉？他没有做错，他没有做的事情，结果他因为这样子就被关到牢里面。哎呀，刚刚我有说约瑟他敬畏上帝，上帝都与他同在，你知道吗？约瑟被关到牢里面，他本身是一个犯人，可是他的表现都非常的好，甚至于他变成还帮忙管理其他的犯人。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长官，我们现在会叫做典狱长，典狱长还请他来帮忙管理其他的犯人。哇！所以约瑟在监狱里面也非常做的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好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个时候的埃及法老王有一天睡觉做梦，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他梦醒之后，他一直在想，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一直想不通。这个时候他听说，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，他好像会帮人家解梦，会帮人家解释这个梦的意义。于是啊，这个法老王就说：“来，把约瑟叫来。”约瑟来之后，法老王就把他的梦跟约瑟讲。约瑟呢，因为上帝是给他能力，让他有解梦的能力，他就把法老王做这个梦的意思告诉法老王。哇，你知道，因为这样子，法老王经过约瑟的解梦之后，他让埃及不会经历到饥荒的痛苦。因为这个梦告诉法老王，埃及接下来会面临到饥荒。饥荒是什么？饥荒就是吃的东西都长不出来，大家都没东西吃。哇！因为做这个梦，约瑟解释给法老王之后，法老王就赶快，那我们现在饥荒还没到之前，赶快把粮食先存起来，等到饥荒真的到的时候，大家就有粮食可以吃。哇！法老王觉得这个约瑟这个人，他敬畏他的上帝，他蛮有能力，不错哦。他就决定，好吧，约瑟，你就留在皇宫里面，我让你当宰相，帮忙我治理这整个埃及。哇！你看约瑟就这样子在皇宫里面，法老王下面就是他的，所以他的能力是非常的大，他的权力非常大，帮忙法老王治理整个埃及。所以甚至于后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整个都面临到饥荒，只有埃及这个地方有粮食吃，所以约瑟还把那个时候把他的爸爸雅各，还有他的哥哥们跟他的家人们都一起迎接到埃及，这样子他们就不会面临到饥荒了。所以这个故事你看有没有？为什么这个跟礼物有关系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你看约瑟他好像比较得到爸爸的疼爱，爸爸有给他礼物，其他哥哥都没有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，
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比较不公平？他们好像都比较爱哥哥，比较爱姐姐，比较不爱我。严爸老师要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我要教你们，因为身为一个爸爸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们爸爸妈妈对每一个孩子的爱一定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哪一天啊，如果你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比较偏心，比较不爱我，严爸老师教你们，你们就找一个时间跟你的爸爸妈妈说，爸爸妈妈，我觉得你那一天你误会我，所以我觉得你比较不爱我。把你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告诉你的爸爸妈妈，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之后，他们一定会跟你解释为什么，一定会告诉你他们并没有比较不爱，因为他对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爱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像约瑟的哥哥，因为嫉妒，因为觉得约瑟有礼物我都没有，我好嫉妒他，就产生了做坏事的念头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可是反过来呢，如果你们今天有一点觉得说，爸爸妈妈好像比较爱我，对我比较好，在学校老师好像都比较喜欢我，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谦虚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有一点比较爱我比较多，那我们就要把他们对我们的爱一样爱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对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更好一点，好不好？在学校如果你觉得老师好像比较喜欢疼我，比较喜欢我，那我们就千万不要骄傲，不要说老师都站在我这一边，我要跟老师打小报告，说你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如果你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比较多一点，我们呢就要对其他同学更好，看到其他同学需要帮忙，我们就要更努力去帮忙他，好不好？有时候呢，我们从别人领受到的爱，从别人领受到的礼物，我们都把这样的礼物，把这样的爱去爱别人，去分享出去，这样子这个礼物跟这份爱它就更有价值，好不好？可能就不会发生像约瑟这样子比较辛苦的事情，好吗？所以今天这份礼物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所以你拿到礼物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？不用急，下一次轮到你生日的时候，换你有拿到礼物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你没有礼物，你也不会觉得难过，对不对？因为下一次生日你又有礼物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礼物是一件很美的东西，是别人给我们的祝福，所以我们一样要把这份爱，把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去爱别人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，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来听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跟电视前面的小朋友一起说再见咯。 OK， 拜拜。今天的生活乐趣多，我们要来进行缠绕画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作品。因为今天分享的主题跟衣服有关系，所以我们要把衣服用缠绕画的方式来装饰它。那准备的材料有白色的纸，还有彩色笔，或是可以预备细的，那有颜色的色笔也可以。那我们首先就一起来制作咯。我们开始来动手做咯。我们先来看看缠绕画的画法，其实它有几个元素，很简单的，就是先一个圆圈圈，或者是那个直线的画法，或是弧度，或者是 S 型，就是用这5个图案，或是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是圆圈圈，用这5个图案来去做变化。那我们开始来动手。我们拿一张白色的纸剪成一个衣服的形状之后，我们就在这衣服上来创作。我们可以先来构图，先把衣服你想要创作几个空间先把它画出来。比如说我从这顶端先画直线，这是一区的创作。再过来呢，我把袖子这样子平平的跟它对齐，这是一间房子的概念，然后我们在这间创作。好，另外一个空间呢，把它画在这里，加上呢，我们来加上一个弧度好了，让它有弧度转着走，
这就是一种画风。然后这张另外一个对称，把它完成另外一边。所以缠绕画的画法有很多，除了直线之外，弧线都可以做对称的设计。最后因为在一个很大的空间，我们可以再多切成几个小空间。那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弧形。好，最后中间这个很大的区块呢，我可以用很多圆圈交叠在一起，比如说一个大圆圈。重叠上一个小圆圈，再一个小圆圈，中型的，突出去一点没有关系，我们稍微修一下就好。好，再过来一个好像一个大半圆，然后再一个小圆圈，最后再连一个小小的。OK， 那这个地方就差不多满了吼，可以之后我们再来上色。那袖子的部分，我们可以从这个顶点当做出发点，往外散发出去。很像阳光这样子，好，做个小隔间。那我们一样也可以再用线条来变化它，好像个叶脉的感觉，这样斜斜的往上。OK， 那这边也是一样，你也可以选择往上，但是我也可以选择把它往下，所以就好像有另外一个方向的变化，这样意思也可以。OK， 好。那这边呢，我们一样用直线，但是也可以用转弯很多的方向，让它变成一种造型。好，那刚刚这个弧形是左右对称扩散，那这个是也是左右扩散。那这个的扩散，大家想想也可以怎么用哦？就是好，那因为它是平行线，那我们就把它扩散，用平行线的方式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平行线的扩散 ，OK。那里头的装饰呢，我们可以用圆圈圈。好，我们想看看，这里用一点一点的点缀，用点点的点缀。那这边呢，我就可以选择用圆圈圈来点缀，好像在原住民的图腾里头好像也会有看到线条跟圆圈圈的结合哦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试着创作。那有些时候虽然是固定都是圆圈圈，我也可以把它其中一个创意成一朵花也可以。好，那这一边我们大致上完成，就可以剩下着色的工作。那下面呢，你也可以对称的设计，但是在这里我想试试看用平行的，好像一个海鸥的感觉，或是个拱桥的感觉也可以。那下面我也可以选择用细一点的笔，画一个螺旋，往外扩散。所以粗细的笔就会有不同的效果，都可以来试试看。好，最后剩下这个空间，我们想想看，也许可以用最简单的是一个细线，再来呢一个粗线，然后我们中间把这个涂满，就是变成一个粗的线条，再来细线，再来是粗线。缠绕画它有另外一个方式的规则，就是循环的细粗细粗这样的循环，或是用对称的循环，一个形状的循环。所以这样就产生了这个区块的特色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上色，就会变成一个很丰富的衣服。那这边的区块因为它有交叠重叠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只要是一个小小的空间，我们都可以涂一个颜色。然后像这个空间因为被切开了，所以我就只有着这部分，这样子彩绘出来的颜色就会很缤纷。我们可以像它是对面涂红色，但是有些时候也可以创意一下，跳过它的对面是白色的时候涂红色，
红色的时候不要涂，然后白色的时候涂红色。今天的缠绕画衣服设计完成，不一样的衣服设计真的都是独一无二。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缠绕画吧。缠绕画的制作真的很丰富，我们可以制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缠绕画。我们一起来制作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平安，我是南昌北调，讲台语。哇，咱头拄听到玉石的故事，你有感觉玉石安怎？就可怜了呢。是啊，玉石足可怜的吼。啊，毋过吼，伊的故事内面哦，咱看到玉石伊无感觉伊足可怜的呢。对呢，因为伊感觉哦，有足侪人爱伊的哦。就不简单的呢。对啊，伊有啥物人爱伊的？有哥哥，哥哥哦，哥哥是甲卖掉呢。对哦，我无邻居。哦，伊有我讲一解好不好？好，啊，还有啥物人呢？爸爸、爸爸，还有啥物人？妈妈。妈妈，哦，阿伯、阿姐、阿姆，还有咧，足侪人对无？所以呢，伫咱诶四周围内面，咱嘛有足侪人听咱对无？是啊。嘿，咱有阿公、阿公、阿嬷，阿嬷，过来咧，阿姐、阿姐，啊，过来咧，阿伯、阿伯、阿姆、阿姨，阿姨，好，啊，我问你哦，迄个阿伯是啥物人？阿伯是爸爸的哥哥，哦，对，爸爸哥哥。阿姐咧？阿姐是爸爸的弟弟，啊个阿姨咧？阿姨就是妈妈的姐姐，也是妹妹啦，这我知影啦。阿姑咧？阿姑就是妈妈哥哥跟弟弟，我知影啦。好啊，妈妈的哥哥敢有分大细汉？比如讲妈妈的哥哥敢有分大姑、二姑？有无？有吼。我大姑，嘿，无大姑对啊，无大姑啊，有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四姑、五姑、六姑、七姑、姑姑姑。姑姑啊，对啊，拢叫做阿姑。嘿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有四周围有足侪听伫咱的内面。是啊。上重要有咱有啥物？兄弟，兄弟的听，是啊，所以爱记得哦。对天顶来的听，会当互咱好好，亲像约瑟同款，因为伊有上帝的听，伊会当甲伊的兄弟好好，含伊哥哥好好，会当接，嘿啊，接伊含伊的爸爸，啊来做伙大。所以约瑟呢，伊嘛感觉足幸福的对无？是啊。是哦，所以各位小朋友。咱爱记得哦，咱有足侪听咱的人，啊，咱四周围嘛有足侪含咱有好的朋友，所以咱爱好好对无？是啊，而且咱毋是感觉讲，互人来照顾咱、关心咱，咱嘛爱付出咱的听呢。是啊，所以咱爱互相相听。是啊。是，安尼咱就会当足幸福的对无？是啊，所以要幸福啊，爱幸福哦。爱幸福